眼里，心间亮了两富贵。边水天梯那管天不移，结背在古代不马为贵。新兵公主，军内正是怪名，今既要求出身帝王家，老君得应怪害我驸马，照因爸囝高官显将好名声。哼！早你看我前去拜寿。行大礼，所所优秀，毋甘将礼赔。闹军队神将头家，怪爱呀，怪爱，毋通严家想要趁红杯。唐祖今必要两兵，为父提军王受礼听，唯独公主不遵行，驸马怒火满心兴。Hello， 线上朋友大家好！如果进来雨涵广播电台的朋友呢，跟我打声招呼，掌声鼓励鼓励。抱歉哦，刚才在调一些角度呢，重新定位一下。那这几天的直播呢，我会尝试一下不一样的角度，因为呢，我们这个房间已经有这个大改造了哦。那之后呢，也会用不一样的直播模式跟大家做见面。刚开始呢，我们一定会先唱一首曲子，叫做我们的都马调。等一下也再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呢？调不一样的角度跟大家呢来做见面哦。我们先唱一首都马调来跟大家做介绍哦。欢迎收听雨涵的电台，准时8点，予恁来笑嗨嗨，阮的节目卖凊彩，内容知识长时行。成灾才袂心惊惊，片段古汉广播予恁听，祝恁今财宝满大厅。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唔知影吼，今仔日用这个角度咧来甲大家来做见面吼，敢有感觉咧有啥物无啥共款的所在？
因为我房间即个大改造了咧所以讲咧头一嘛咧测试即个网络刚好顺利，所以咱今仔用无共款的方式报大家咧装即个台语电台昨咧无起来甲大家直播，是因为咧我当咧刷房间啦所以讲咧今仔日播啦，大家咧即个礼拜四的即个台语电台，不管咧你是咧做家内事的时阵也是讲咧咧陪朋友开讲，要陪厝内底的人看电视共开讲的时阵咧，拢会当来收听久涵的广播电台。今仔日的主题有无啥共款今仔日的主题咧是，你认真讲咧，即个烘肉即个叶即会当中秋使用吗？来，咱欢迎咱即个 HIP 大大，欢迎你起来久涵的广播电台。今仔安尼角度敢有好看，也是讲咧敢会足奇怪安尼就对因为头一只咧原本是要用即个较悬的角度落来照倒落来，互大家所看但是我发觉讲咧即个平板即个网络个连袂顺利，所以讲咧咱个来改一个角度安尼如果咧若看了袂歹，看了有介意咧，欢迎分享出去，帮我咧推荐互你的好朋友安尼就对首先咧，咱节目一开始拢会甲大家讲一下咱明仔的天气明仔咧，咱即个北部，咱即个台北的地区咧，即个降雨的几率咧有咱即个70%所以讲咧，你若伫即个台北地区咧，爱会记的咱即个雨伞啦，即个雨衣啦，都爱会记的所在，安尼就对另外咧，伫咱即个台中啦、台南以降咱即个台东地区即个降雨就无遐尼严重，就差不多伫咱即个20-30%左右尔。所以讲咧，如果你若伫北部的朋友爱会记会记的早你的雨伞啦，早你的即个雨衣啦，等等线顶的朋友咧会记的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久涵电台咧，主要咧讲咱即个台湾戏曲，咱即个歌戏。然后咧咱另外咧嘛有咧讲咱即个册顶面的即个知识啦，以降咧都有咧咱即个生活的知识。最近咱即个非洲猪瘟对无？咱即个台中地区，我感觉无定就是只有咱即个台中地区啦，其他所在一定嘛所有所以讲咧，大家毋免讲足紧张的啦，一定爱甲即个物件传倒起来，一定爱甲买倒起来。咱嘛会当食菜咱嘛会当来食素食啦。等下咧，来甲大家分享一个即个我梦到即个虎爷的故事当然，即个虎爷的故事咧已经有过一阵啦，应该是几冬前的代志。等下咧咧甲大家讲即个虎爷故事进前咧，咱先来听一个即个歌曲我是现场唱一个即个歌曲。是林刚咧，我要所来去比赛的歌曲，即个七字连、七字摇板甲带七字一，是伫我即个一路打金机的 CD 专辑内底咧内底所唱的歌曲，所以咱来甲听看卖等下咧较向大家来所做解说，安尼就对来，咱来收听七字连、七字摇板。带七字一，公主做事理不明，言随何人心头应？当酒假死伊生病，待何人调心不惊？驸马晓心，
无情意，竟为爹娘啊忘妻离。风风边啊冲了去，军队起灵啊来接开。大水风管难消去，兄歹目宝金相依。嘛无顾世情义，并过荒凉停意。这个就是咱这个歌戏当中这个七字连、七字摇板加这个带七字一吼，拢是七字八安尼咯吼。这个咧，伫我这个一路打金鸡的 CD 专辑内底咧，特别甲大家介绍一个是这个驸马咧，这个用这个钉条吼所打金鸡了咧。当然吼，这个金鸡是皇上的这个查某囝，也就是公主的身份啦。所以讲咧，一定要赶紧先落跑嘛，无吼，这个代志就严重啊。所以咧，这个驸马先唱咱这个七里啊连来做这个落跑紧走的动作吼。过来咧，换这个公主咧唱这个七里啊摇板，伊讲咧咱这个这个带七字伊吼，代表讲咧咱这个公主咧非常非常的生气啦吼。来，咱线顶的朋友咧，今仔这个角度吼敢若无啥水安尼就对吼。但是吼，咱勉强所看一个啦，因为咧咱这个过来这个角度吼，无啥共款，我会所个瞧一个安尼就对吼。今仔日咧所要甲大家讲的这个主题咧，你认准吼这个烘肉的叶仔咧，这会当中秋烘肉所用吗？其实吼，我所看到，阮即个阿嬷吼，我阿嬷咧所做的即个动作足趣味的。咱这通常咱洗衫机啊吼，拢足深的啦，拢总摕袂着的物件吼，伊有一工吼，伊所摕的即个烘肉即个叶仔吼，锁落伊叶的时阵呢，阮逐个拢拄仔傻眼，拢拄仔甲看。你摕迄个叶仔要创啥吼？结果咧，原来吼，伊是要叶即个内底即个衫裤啦。当然吼，伊是摕新的即个叶仔，毋是摕用过的吼。但是咧，感觉讲，真趣味哦。所以咧，大家咧来所做分享一个安尼就对吼。另外咧，等下咧要所甲大家讲咧，即个虎爷。我望着这个虎爷的故事，虽然讲咧已经过几啊冬啊，但是咧，嘛甲大家分享一个真趣味的故事哦。前几冬咧，我有一摆吼所望着一只足细只的虎爷。伊生只其实吼足古锥，但是吼，佮互人吼心惊迄种感觉就对啦吼。结果咧，伊就甲我摇哦，摇，一直摇，我就足惊吓啊，一直走。结果咧，摇到我这个房间口的时阵咧，我紧诶吼门就紧甲关起来啦。欢迎我们的韵柔，晚上好，给你一个掌声鼓励哦。今仔即个角度有所无共款吼，因为我即个房间当咧刷位，而且咧我嘛毋知影为虾米吼，即个网络连袂起哩，所以咧，咱就勉强一个先用安尼即个方式来做直播安尼吼。毋知影即个角度敢有水无，还是讲吼，即个角度吼其实真歹看安尼就对吼。头条讲了即个虎爷的故事咧吼，我门吼就紧甲关起来，
结果想袂到吼，压着即个虎爷的骹，伊的骹咧就血丝丝吼流血出来，流到我即个房间的涂骹兜的内底安尼。当然吼，咱所做着即个梦咧，咱会惊精神嘛吼，足恐怖的啊！咱甲即个虎爷吼，人原本是来待财的吼，咱搁甲人即个骹甲压掉的安尼吼。所以讲咧，我过当工吼，就去拜拜啊。所好奇讲咧，做着即个梦吼，是好也是歹安尼吼。结果咧，所去拜拜的时阵，发觉讲吼，所去拜即个阮爸爸所拜的即间开基武庙。即个角度水吼，感恩啊！那大家咧有啥物建议的，嘛会当甲我讲吼。所以咧，紧去拜拜，紧去即个开基武庙，但是吼有前后殿、前后殿，所去阮爸爸拜的即个后殿吼所看。发觉讲咧，毋对哦，敢若毋是即尊呢，敢若毋是即尊即个虎爷安尼就对吼。过来咧，搁去到即个即个正殿咧，就发现讲哦，对啦，应该托梦的是即尊吼，就搁甲跋杯，一个半、两个半、三个半吼，才发现讲咧，其实吼，阮爸爸的即个工厂有所有即个状况啦，但是吼。咱所甲想起来，即个虎爷咧原本是要来待财，但是咧，互我即个房间门一压吼，即个血丝丝流倒入来吼，可能是安尼吼，所以咧就无待财吼。主播是男生还是女生哦？主播是男生哦。即几工的声音吼，有加即个低啦吼，因为咧，即个我嘛有感冒，所以声音有加小看。但是啥物叫做天大雨寒、千担雨寒咧？就是伫舞台顶吼，我是查甫去扮即个小段，去扮即个查某，所以讲咧用即个天大雨寒来。甲大家来所做见面安尼吼，我甲麦克调较细声，大家较袂感觉安尼伤吵安尼吼。对，所以咧，即个天大雨寒，即个雨寒广播电台频道咧，不只是咧推广咱即个歌戏啦，嘛有讲咱即个生活的小知识，伊讲我生活的即个小知识。甲大家所做分享安尼就对，来欢迎咱的 PING 大，欢迎你起来，未帮我订阅、关注、按赞的朋友咧，嘛莫袂记哦，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咱即个雨涵的广播电台。我最辣辣的爱你，我爱你胜过喜欢我自己。为什么咧？即个广播电台吼，我即个位咧有所看过的人，知影吼，原本咧是一条长道啊，挡伫头前安尼吼。尾仔咧，我发现吼，因为吼咱人吼啦，坐了一世事了吼，咱得比如讲较翘久啦，伊讲吼坐安尼无共款的即个做法啦吼。互观众朋友看起来咧，虽然咱伫即个桌仔的后壁咧，但是家己有去即个观察着，敢若安尼的习惯无好，所以讲咧着甲咱即个桌仔来甲伊刷离开，咱改变一下咱即个直播的方式吼。头只咧有甲大家所唱咱即个七字连、七字摇板等等。既然呢，咱有咱新的观众起来咧，咱这个雨涵的广播电台，咱所唱一条这个花娇艳，一讲咱的良夜之歌，互大家所听一下吼。阳光保持十双手，心
不看惜无理归爱独自去拜寿，延绵情扫路忧愁。欢迎咱的罗宇哦。滚泪风甲千斤里，可比风风天天天，假意归爱别连理，心情凉了享富贵。金端大伯心相依，头顶红冠便水，天平乐观天因报应，我给悲哉已负担。这个就是咱歌戏调内底这个花娇艳一港良夜之歌吼。大家如果感觉好听咧，莫袂记哦，帮我订阅，帮我按赞哦，爱帮我分享起来，互更加咧侪人咧会当来知影吼，这个咱台湾的戏曲文化。当然咧，伫咱即个连结下骹有所咧购买咧购买咱即个一路打金鸡的CD 专辑无讲强迫推销啦吼，大家咧听了若有兴趣较甲我做一个购买，一讲咧阮嘛有即个即个赖的即个群主吼，歹势一直做结巴吼。来，我所看到咱这个柔宇讲吼，昨天吼好怕突然间有地震，为什么你知影咧？会所惊，会有地动咧，嘛会当甲阮大家所做分享起来，互大家知影讲哦，为什么你所惊，也是讲咧有啥物代志咧，来做发生，是因为我一昨咧。咧搬即个厝吼咧，依山倒海即个旱地花，所以你所惊的即个地动吼，甲大家分享一下吼，咱即个国语咧伊讲台语吼，咱即个国语咧，国语哩国字吼，一定爱去互认哦，足熟悉的，一定咧爱即个吼，不管是爱读册。我所发生的一件代志吼，所甲大家分享一下。伫我足细汉的时阵吼，当然咱即个即个台南即个中正路甲即个国华街吼，有新开即个号做龙馆。我所经过咧，我就所甲看吼。看完了咧，我转去吼，转来的时阵咧，就甲我妈妈所做分享。即个中正路咧，甲即个国华街吼，所新开一间物件，或者戒馆呐。我母就伫遐想，是戒指的戒吗？还是安怎吼？所伫遐想，有一工咧，骑机车所经过的时阵，所咧甲我讲，迄个吼，这龙呐，减一批，即个戒指的即个减一批。即个叫做龙啦，龙馆啦，你去讲即个戒馆吼。
说过来咧，佫发生一件代志。较早咧，咱有一个电影，咱即个单属风所做的即个电影吼，即个古话。我所看即个电视吼，即个广告啦，有即个胡伟即出电影所生出来吼。所以咧，我就甲阮母分享，最近吼有即个新出的即个电影即个胡伟吼，阮母搁看一下即个电视即个荧幕吼，所看，迄个叫做古啊，什么叫做迄个胡伟？所以讲咧，咱即个观众朋友吼，即个国语咧爱认真所甲读吼，毋通像我咧有边读边吼，即个每边甲伊读中间吼，真正吼笑死人、笑破人的嘴安尼就对吼。即个昨天彰化有4级地震啊，那这个柔宇那边呢有没有这个怎么样呢？原来这个彰化，所以线上朋友如果有彰化还是台中的朋友要注意哦。昨天呢，这个地区有所震动吼，离咱这个彰化的地区有所这个4级的地动，安尼就对吼。咱这个 JOE 大大这个哈哈大笑吼，真正呢。我所今仔吼要起来分享这个故事吼，嘛是爱这个或者鼓起勇气吼，因为所讲安尼吼，你会感觉讲这个直播主吼，较会遐尔无知识安尼吼，有边读边没边给他读中间安尼就对吼。今仔日所要感谢一个吼，咱这个牛奶先生，咱这个听众朋友吼所赞助的饮料吼，感恩你所来赞助咱这个台南最有名的这个甜柚鲜的饮料，感恩咱这个牛奶先生所赞助伊买一杯嘛无俗咧吼感恩伊所赞助咱这个波霸黑糖鲜奶，感恩。如果你有所经过，不管是这个福建路啦，这个金华路啦，等等，然后经过这个甜柚鲜吼，嘛欢迎你来甲因所做购买嘛，甲因支持哦。多好是朋友的朋友啦。所以讲咧，这个牛奶先生咧，感谢你的赞助，感谢你。我最我今仔吼，所要请问大家吼，大家敢知影这个弹珠？咱去拍这个台语的时阵，这个弹珠这2字咧，要安怎所讲？讲台语哦，要安怎所讲弹珠这2字？今仔日吼，这个我的同事就讲吼，因这个孙仔咧，足乖的啦，拢袂甲吵。所以讲咧，伊决定吼要去买即个弹珠汽水，安尼吼好食安尼吼。我嘛所想哦，袂歹哦，买这弹珠汽水吼，我嘛会当买来互即个身障的即个小朋友所分享即个弹珠汽水。结果我所想想吼，安尼毋对，我惊吼因甲即个弹珠吼所吞入去即个腹肚内底所隔离啦吼，所以我感觉讲安尼无妥当。这个方式袂当，但是咧，我所想到讲弹珠汽水，我就咧想安尼弹珠这2字咧，咱也来个讲台语，要安怎念吼？线顶的好朋友，你敢知影弹珠这2字要安怎念台语咧？另外咧，恁这个万圣节，这个金龟节，这个南瓜节。你们所去倒位来所做庆祝咧？咱这个台南吼，这几天有足侪市集，不管是离咱这个成大啦，这个商圈啦，一讲咧足侪路啦，海岸路啦，也是讲咧咱这个南坊，咱这个台南的南坊咧，拢有咱这个万圣节市集活动、游行活动恁哩不管离台中啦。离咱比如讲咱的彰化啦，也是离倒位的朋友，离北部的朋友，离咱这个九份老街，离咱乌来老街等等的朋友咧，恁的这个南瓜节
敢有啥物啊？这个活动安尼的对吼。只知道汽水的台语，不知道弹珠怎么念，对不对？其实吼，我一开始我嘛唔知影弹珠这两字咧，要安怎所念这个台语吼？我嘛是头家咧这个上网搜查，所以咧，我就感觉讲咧，一定要甲大家所做分享安尼吼。来，咱欢迎咱这个 JOE 大大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今仔所讲台语吼，报大家知即个台语电台啦吼。即个弹珠这两字吼，咱号做金珠啊啦，金珠啊，珍珠无吼，金珠啊，即个弹珠金珠啊汽水吗？还是讲咱要念即个咱拍台啊，咱是讲拍珠啊台，还是拍台啊安尼无？咱无讲即个。拍金珠啊台安尼嘛足奇怪，安尼就对吼。所以讲咧，咱台语有足济读法，安尼就对。来，咱欢迎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甲你拍一个扑啊声。而且咧，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咧，咱过来甲伊吼，来欢呼一个咱这个忠实粉丝啦。所以讲咧线顶的好朋友咧爱记得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帮我分享出去。上主要是分享。为什么我讲分享吼？一个团队百个团队成个团。所以讲咧，一定要甲分享出去。咱像咱这个皮筋的小蘑菇吼，伊讲咱另外这个淑芬姐对无？因拢有咧所看这个佛教的这个直播节目。哇！伊这个佛教的这个直播节目吼，有1.01万人的这个订阅呢。所以讲吼，你一定要帮我分享出去，帮我订阅起来，互更较侪人知影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今仔所用无共款的即个角度所甲大家见面，因为人咧即个依山倒海咧汉丽花咧吼，咧改变我即个房间的即个角度。然后咧原本是要用即个无共款的方式起来，对，原本是要用无共款的方式起来甲大家所做直播啦。但是吼，即个网络咧，所连袂起哩，我平板嘛看袂到恁的即个留言，所以讲咧，只好用安尼的角度，毋知影安尼敢有好看。所以讲咧，咱线顶的好朋友，如果即个角度嘛袂歹看，你嘛真介意，嘛会伫个吼，爱甲我讲一个，甲我所做回馈一个吼。人这个淑芬姐讲是在说我吗？没错吼，因为咧我所看到咱去看这个佛教的节目，虽然我迄天吼所无闲啦，无所看足久，但是我甲大家讲吼，为着这个佛教吼，这个供灯，恁敢知影供灯咧创啥？这个佛教这个供灯吼，真有意义哦，是咧祈愿的，不管是祈愿别人，也是祈愿你家己。咱所学着的物件，咱所知影的物件，不管是回向互别人，伊讲咧咱做伙共同咧来所做合适。这个供灯嘛是一个看着这个光明之灯，所以讲咧，你看我后壁吼，虽然我所拜这个好爷，但是咧，我今仔开始吼，我嘛甲供灯。所做即个无共款的即个方式安尼吼，其实吼，咱今仔的即个广播电台有足侪角度啦吼，即个我阁所甲瞧一个吼，互恁看无共角度，等我一个哈，咱等下咧先来听一个即个印度打金机 CD 专辑内底的即个歌曲，咱即个莲花铁山路一港风萧萧。等下咧，大家咧做伙来做解说，做伙咧来开讲一个吼，来收听莲花铁山路一港风萧萧。
等下吼，歹势，因为我看到咱即个牛奶先生，我头一有甲你介绍哦吼，感谢咱即个牛奶先生的即个甜柚鲜的饮料吼，感恩你就咱即个甜柚鲜吼，嘛会当金财宝满大厅哦，感恩你今仔日饮料，感恩谢谢，甲你拍一个扑嘎声，感谢哈。好，咱过来听听一届咱即个莲花铁山龙甲风萧萧感恩。为父提军王受礼听，为夺公主不尊行，驸马怒火满心兴。要万幸，尊心加倍，不将礼敬，听说笑我老君知音，为父做义论分明。小小红灯，阮在道边，听你情形，不由过爱红回应。为什么咧？今仔看起来吼，感觉安尼足无用吼？因为咧，我所想吼，即个超即个新的角度吼，想要互甲大家看，但是吼，拢一直超袂好势啦，歹势吼，因为咧，咱即个网络咧，即个无够甲我支援，所以讲咧，咱只好先超即个角度。原本吼，我所超一个角度吼，足水足水的，会当讲看到即个房间的即个摆设啦，会当互大家看了讲真舒适安尼吼。但是吼即个嘛真歹势，伊就无互我即个网络，所以讲咧，咱就只好较勉强小看吼，用安尼即个方式来听咱即个语涵的广播电台。过来，我搁看一个哈，歹势哈。即个师傅吼，真正足慈悲的哦，嘛有帮恁的即个供灯吼。哇，即个师傅真慈悲。等下咧，搁来甲听一个即个伊的直播，安尼敢好？还是今仔无直播？其实我毋知影吼，因为我当咧直播的当中，我嘛无法度看。不管呢，你是第一届起来语涵广播电台的朋友，也是已经起来足侪届的朋友咧，莫袂记哦，帮我订阅、关注、按赞，帮我分享出去。语涵广播电台咧，拢是由我本人牵段语涵来做即个广播。然后咧，你不管是你咧做家内事啦，你咧陪伴家人、陪伴你的朋友。拢会当收听即个语涵的广播电台，真方便的一个电台，安尼就对吼。来直播好帅哇！欢迎咱即个即个姐姐起来，咱即个语涵的广播电台。有啦吼，师傅有直播吼，无问题。安尼吼啦。即个师傅，即个直播吼，嘛感恩你咯吼，感恩你咧愿意起来看即个语涵的广播电台，无可能无观众安尼就对吼。今仔日咧，所较无闲小看的原因吼，嘛是因为咧即个重新调即个角度啦吼，因为我所想。
如果咧，咱原本啊用一个刀咧，甲我即个冻掉的吼，我所做咧，我若讲较小揽一个啦吼，若靠即个脚趾片啦，顶吼，即个坐姿无水，其实嘛影响着咱规个直播的即个进行。所以讲咧，嘛才所想吼，来甲改变一下，咱安尼嘛较亲近小看，安尼敢有？然后较亲近小看嘛会当所甲我讲吼。头只讲有所学着咱即个弹珠的即个台语即个金字啊。如果若有所学着的朋友咧，嘛甲我所讲一下哦吼。咱头只吼讲着咱今仔日的即个主题吼，咱即个所讲即个你练准即个烘肉的即个叶仔咧，即会当烘肉即个中秋佳节所用吗？其实毋是安尼吼。有一届咧，咱个重新个讲一届即个故事吼。有一届咧，我看着阮阿嬷咧，要去拿衫的时阵吼，即个摕一支即个烘肉的即个叶仔，我所想，奇怪，是摕迄支叶仔是要去对安尼就对吼。因为吼，咱即马即个洗衫机吼，拢做甲足深的啦，伊摕也摕袂着啦。尤其吼，有即个帕金森氏症，即个手会颤啦，会小可无方便。所以咧，伊就用即个烘肉即个叶仔吼，锁起甲叶倒起来安尼。当然吼，即个叶仔是无所使用过，但是咧，你所想象即个画面，你所甲想，即画面就是足好笑的。所以讲咧，我就感觉讲。即个故事吼，一定爱甲大家做分享安尼。然后吼，咱台语咧，嘛有足侪即个俗语啦。恁敢有所听过一句话，或者“新屎合肉好棒晒”？新的这个粪便头呢，这个好大便，新屎合肉好棒晒。这是阮厝边吼所甲阮讲的一个。即个俗语安尼就对吼，虽然听起来吼有较垃圾小看，但是吼，即个意思就是甲咱讲吼，咱大家吼拢是安尼喜新厌旧啦，所以讲呢，若新的物件咯吼，咱就感觉讲加较好用，所以讲呢，或者新屎合肉好棒晒，即个台语的俗语，恁敢有听过即句话？若有嘛会当即个线顶下骹甲我做留言哦。就好像吼用即个叶仔咧所去叶即个咱的衫甲裤去咱内衫，我嘛感觉足好笑吼。我所想要问咱即个脾气呢小蘑菇一讲咱即个淑芬姐咧。既然咧，你有咧所看即个师傅的电台，一讲咧嘛有即个修复教的心吼。恁敢是所食拢是食咱即个素食？恁敢是食菜人？今仔日咧，我所要甲大家分享一下吼，因为我自高中咧开始有几个月，我拢是食素食。然后咧，当然因为厝内底的人咧拢是食草吼，所以咱加减咱就是搁食草倒转来啦。到大学咧，我去即个台北所读册的时阵咧，我搁甲食转来素食。当然咧，搁转来咱即个即个厝里的时阵咧，咱搁甲食草。所以讲咧当然吼咱即个最近咱即个非洲猪瘟的代志吼，我想要邀请咱即个线顶的朋友，咱做伙来做一件代志，来做即个实验试看卖。你嘛免勉强哦，咱所会当试看卖哦。没有吼，你无完全食菜但是吼，咱邀请一个咱来所试看卖即项代志。咱通常平时咱拢食草，今仔日开始咧，咱食即个锅边素，啥物意思吼？我甲即个活动内容甲做即个百日锅边素。啥物叫做百日锅边素？咱其实吼，咱通常咱当开始咧食菜的人吼，无习惯咧食菜的人，差不多食无咧10天就好啦，10天就已经足济对无吼？所以讲咧，咱10天，所以你轮10届，安尼是毋是就100日？100日
百日锅边素安尼吼。所以讲咧，你若中无细哩去食着草啦，是吼无细哩啦吼，食着啥物即个草的物件，即个毋是素食的物件，迄嘛无要紧。但是咧，咱来食即个锅边素，试看觅。你若会当食到即个百日即个锅边素嘛，足厉害哦。为什么我会所想着即个内容即个标题所想吼？即个百日就像我头先讲的。咱平常时咧，咱拢是食差不多10天的素食，其实就是足牵强的啦。所以讲咧，咱来挑战，不管互你10届的机会，还是9届的机会，还是几届的机会，咱所食看觅。锅边素的意思就是讲吼，你若厝内底的人，像我厝内底的人，逐个拢食草，所以讲咧，咱食这个锅边素，咱就莫甲硬肉，安尼就好啊。安尼就足方便呢，伊共款一点甲炒做伙，迄嘛无要紧，安尼就对吼。嘛分享互大家，你若去甲朋友咧要所聚餐，也是要做伙出去食饭啦，也是拄好比如讲你工课结束拄好要食饭的时阵，你嘛免紧嘛免即个要义讲逐个拢食草等等，咱食锅边素较有差，安尼就对吼。所以讲咧，如果你若挑战这个百日锅边素，你若一天翕一顿就好，你若分享起来，互咱这个社群媒体，互大家知影吼。对吼，你就是像这个食法吼，你若分享伫咱这个赖社群里，咱这个底下资讯栏连结有一个赖群组吼，你若分享起来，毋免讲逐天啦吼，你比如讲几天分享起来，你今仔食啥物的锅边素，安尼嘛可以。如果你若分享10天，也是分享100日，也是分享几日，你所心内所想要甲我领即个礼物的时阵呢，就会当所甲我领一张咱即个一路打金鸡的 CD 专辑，这是回馈互咱即个线顶的好朋友啦吼，互大家咧做伙来享用安尼即个百日锅边素。所以讲咧咱淑芬姐吼已经会当领即个礼物啦，安尼就对吼。你嘛是安尼的食法，其实我嘛是类似像安尼的食法，只是讲咧较早吼不管是咱厝内底的人，咱甲咱煮即个鱼丸啦，煮啥吼，我共款即个毋是食肉类的，我可能鱼丸还是啥，我嘛是会食。但是咧，自今仔开始，我去想着讲，既然吼，咱即个猪肉开始所会小可欠缺，其实咱讲咱这个人无去食这个猪肉是安怎吼？敢会影响着人的市场？其实嘛袂，因为我的观众朋友嘛无济，安尼就对吼。所以咧，向去想着讲吼，安尼咱来响应即个百日锅边素。如果咧你若分享起来，咱即个语涵电台，咱即个赖社群若甲大家做分享，嘛会当咧即个领咱即个一路打金鸡的 CD 专辑一张，安尼就对吼。节目咧当中吼，一定要甲大家唱一个歌吼，无咱大家吼真无聊。感恩咧，咱今仔起来线顶的朋友，不管是咱即个 HIP 大大，咱即个韵柔啦，咱即个 PN 大大，咱即个柔语，伊讲咱即个 JOE 大大。伊讲咧，咱皮筋小蘑菇，伊讲咱淑芬姐，还有牛奶先生，有咱的姐姐，感恩咱起来线顶的好朋友，安尼就对吼。要有信心订阅，一点一点的累积的吼。对无毋对吼，所以我就是用心的所甲即个房间个大改造，过来咧咱所看到即个角度啦，即个所无共款，我会愈来愈进步互恁看到讲无共款的即个语涵电台，安尼就对。来，过来咧，咱来唱一个歌曲，咱即个一路打金鸡内底即个七字连空奏，咱来所听看卖吼。感恩咱的淑芬姐，加油哦！感恩。
秋难改，中中心所随人在，怨夫妻好害呀，奇情上水七十相守，将人笑嗨嗨，相知相爱，以爱君对心行拜礼啊，实在太爱恋来。我会好受亲像可娘，受归又分开。风风地照了啊，无悔注定悲哀。一步经春山桥我自界，往下成烟台过古迈。冤家冤家当尊啊，当心抓住彩，精心将将生地带。何言论你何以在？何以来拜改？哇，多谢咱家吼淑芬姐伊讲咧，咱这个追欧一大道吼真济咱线顶的朋友咧，甲咱支持，甲咱加油，感恩你哦。有你的力量吼，这是咱这个久涵的广播电台咧，爱继续做落去的部分安尼吼。伊讲咧，还有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这部的最后咧，咱一定要练习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无毋对，因为吼，咱拜六礼拜是休困的吼。咱这个久涵的广播电台咧，咱拜1到拜5暗时8点来所做广播。今仔日咧是补咱昨这个台语电台吼真歹势，昨无去来咱这个台语电台。如果你若有住南部的朋友吼如果若有经过咱这个政大书城，住这个台南的哦，咱台南的政大书城呢，嘛看会到咧我这张海报，安尼就对吼。昨咧所去看这张海报，然后咧原本想要自拍啦，但是吼人来去吼，我所歹势。如果你若有机会咧来到咱台南的所在吼，甲我做伙去，我毋才加翕安尼吼，我家己是毋加翕的安尼吼。感恩咱这个最后一大大，咱这个皮筋的小蘑菇一港淑芬姐，咱的支持一港鼓励感恩。最后咧，咱一定要练习这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为着咧，咱即个刀啊吼，甲刷离开，你会当先刷看吼即个巴肚痛出来，巴肚吸入去，安尼即个感觉吼，咱做伙来所做练习咱即个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
现在呢，我们观察自己的气息，在鼻腔间，在喉腔间，在腹部，甚至贯穿到脚底，还是呢，你的一口气只能吸到我们的胸口呢？让我们一起来练习腹式呼吸法。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让我们来感恩3件事情，不论今天跟同事之间，拍谁哦？今天跟同事之间，在跟朋友之间，在跟家人之间，或者是你正在开一场直播，甚至呢你跟着这个路人扶着老人过马路，甚至呢面对面面带笑容而已，我们都来感恩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也做了感恩3件事情呢？也感恩大家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咱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拢有咱这个古涵电台的直播。平常时呢是讲咱这个国语只有咱原本是礼拜四呢。礼拜四才有咱这个台语电台，因为咱昨无所做直播，所以呢，今仔保护大家咱这个台语电台。未帮我订阅、关注、按赞的朋友呢，会记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所感谢的，咱今仔有足侪好朋友，咱这个 HIP 大大，咱的韵柔，然后呢 PIN 大大，咱的罗宇，咱的 JOE 大大，一港咧，咱的淑芬姐、皮金儿、小蘑菇，咱的这个牛奶先生，也有我咱的姐姐，拢起来咱这个古涵的广播电台，感恩大家起来吼。节目的最后咧，佮送大家一条歌曲，咱这个7二调，这里咱这个一路打金机的 CD 专辑内底咧，是咧论咱这个成分一杠地位，咱所来听看卖，甲咱一般的这个歌曲调，咱这个杜马调有啥物差别咧？咱所来听看卖哟。世上河顶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因的阮亲属着招牌，阮在心上。你敢不知？在家父表对你的挺胸，高贵公主犹如天上之恒。了，你对谁人尊敬？生平公主对我来爱率明。这个呢是咱歌曲内底这个7二调。敢有甲咱平常时所听这个新骑白马走三关，改换所以回中原所无同款。感恩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伊讲咱这个淑芬姐普啊感恩。其实咧，原本咱节目要结束啊啦吼，所甲大家搁补唱一个咱一条的这个
杜马调，嘛是我连工咧要去所做比赛的歌曲。所以咧，每一届所做直播的时阵咧，咱一定拢爱所唱一个，所即个练习一个。当然吼，今仔日声音有加较无好我6日2工咧，我会好好来甲保养吼，来甲紧恢复起来。咱讲有咱线顶的朋友吼，即个周末假期一共今仔日咯，恁敢有已经放假的朋友吼，嘛会当线顶咧甲阮所做分享。你放假落咧做啥物代志？安尼就对。强行逼我上本身礼来拜，我并开条工将伊塞，确实失手是我不该，叫做将命。夫妻才能在和谐。公主啊，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冤要告状，你又能奈我何？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看你过爱，连来啰嗦，带你。你呀做用怎不对你呀？对你依赖量情，我不量情。这是咱歌戏内底这个杜马调。当然吼，离我即个专辑内底是规拍歌曲啊，但是吼，咱今仔日所唱是我为着要去比赛，所以加做1分半尔吼。咱线顶的朋友，不管你是第一届起来，还是咧起来足侪届的朋友，别袂记哦，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节目的最后，咱做伙来收听《一路打金鸡》的 CD 咯。大概咧，咱8月再会咯！欢迎南征北讨，战功到四海。阮爸囝尽忠，好持大同的未来。你是公主，又是媳妇，回府拜寿是应该。为国征战又如何？早前之事讨功劳，我气势凌人。你奈我何？你若飞天，也袂比我低几个。国家宝藏，稳重如山，父子兵美名天下传。互恁理甲，阮这在金銮，不准公婆，你甘心难？一派公言是诽谤，小小功劳，你才捧红。恁爹家己这猖狂，表示君王最难当。金銮，阮爹无爱坐，才让恁理甲管天地。过爱无爱甲你来相坐，毋免在我面前穿迄个官大鞋。过爱条条有理，你分明有叛国意。大大言辞，对我上殿比君王的。你敢说我吹屁？公主，毋是，请你替我辩解呀！咱的线顶好朋友，咱后礼拜8月再会咯。所以讲呢，如果还没帮我订阅、关注、按赞的朋友，咱礼拜1到拜5暗时8点拢有咱这个古涵电台的直播吼。来，咱再会，咱8月再会咯。大义。
感恩咱的淑芬姐，伊讲咱这个JOE 大大，咱晚安喽。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向看见本心的意。方才是叫万不将功报尽，现在是我失的爱马头将你跳。罢了，夫妻之间何必将事业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军神礼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使，通死失手，是我不该。照做将命，夫妻才能在和谐。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将永远要搁做，你有能来我何？照片照行，我拢有照做。你讲爱，免来啰嗦。差点你他，命做行，你也不对你啊，对你来了情，我不了情。你甲动手甲。